所以最后的祈愿也一样。那么我和所有一切众生圆满获得解脱轮回的痛苦，圆满获得菩提果位，以这样的一个祈愿，这一切都是菩提心。所以就是大悲空心见的这两个，就是悲空或者是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非常的殊胜的。因为整个的佛教的它的这个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里特别就是拿我们的这个《如菩萨行论》当中的菩提心的例品，然后我们再要学习的主要也是这些的用意。然后菩提心的功德来说呢，如同我们的一滴水放在大海一般的，大海永久的存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滴水也是永远存在的。那我们今天修持的时间法方面的发心，为自己而发心，在心里没有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的任何一种功德，都是就像一滴水，我们就倒在那个地上面一样的，它就马上就会干旱的，就不存在了。干了以后它都不存在，就是在一个石头上或者是在什么容器里面放一个水，时间长了，那么就看一下那个里面都曾经有放过水的这种因子都不存在的，痕迹都不存在的。所以就大海里面加进去的那一滴水呢，就是永远都是会存在的。那就像我们在平常在放生的时候，或者是任何时候，我们就是有倒一些甘露丸、甘露水到大海里面，那这是永远都是会存在，而且永远也是利益众生的吧。所以就是菩提心是如同这个样子，大海是如同所有的众生一样。那我们的菩提心是在大海里面倒一滴水一样的。那么就是所有的众生的一切功德有存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功德也是会存在，而且呢，我们的功德是越来越会增加，越来越会增加，增加到什么呢？就是增长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会成为就是永远圆满解脱的那一天，都成为真正的会解脱的质量，所以就非常的殊胜。在入行论里面叶城菩萨在入行论里面也是有讲的，就是大悲赞，大悲赞就是赞美的赞大悲赞当中来说的话，就是这它也就有这样的一个四句：悲信于佛广大国，像那个结果的果，果实的果，处有种子常如水，就是它的这个就是相当就是大悲的那个悲信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种子能够可以在延续长达如同流的那个水一般，那么就水是可以说是形容这个世界上最长的，然后就不断的就是长期流入的一个这样的形容。所以就是在实践的一个长与短的形容来说的话，那就是水是可以说是非常长的一个这样的形容。常识受用若成熟，所以就常识可以受用，而且是成熟的那个情况下，故我先赞大悲心，所以就他在这里就是要赞美大悲心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是，那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所讲的其他的功德跟菩提心的功德这两个的比较，那么其他的所有的功德都是一个短暂的功德，尤其是我们在实践的一切功德。今天我们为什么说要学佛？学佛主要是学什么呢？那我们去学佛跟修行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在学习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今天做任何的功德都是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结果那么我们会达到一个永久让我们获得解脱的一个功德跟质量吗？还是说那么就是我们做完功德，那么也是一样的，也是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众生来说，一定也会造业嘛，因贪嗔痴一定会在造业，在造业的过程当中，它会消失的一个这样的功德，还是这两个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是短暂性的，一个是长期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
都是以菩提心。那么以我们菩提心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学习的对境的时候呢，心里就是自然而然想到的就他人，不会只想到自己。那么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修持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健康、平安、开心、快乐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甚至如果是想到了下一世，也是会想到下一世自己也要得到什么，就是不要再轮回啊，不要再那个解脱，那顶多也是以来罗汉或者是独觉这样的一个果位。如果是获得一个独觉的果位，那也是一个独觉佛的果位，那也是一个很殊胜的，自己已经解脱了，但是已经是断除了继续利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在大乘佛教修持的任何一个菩萨以及佛来说的话，那就永远继续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就像在佛陀所讲的，在虚空有存在的事件当中呢，众生都会存在的。所以众生有存在的过程当中，我也要存在在这个轮回的过程，我要度化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这是佛的祈愿。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这样去祈愿。这个来说的话，也是有在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的入菩萨行论的这个祈愿品当中，就是有这么4句那么在吉田菩萨呢，就是特别也是有这样的祈愿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众生跟我们要成佛的过程当中呢，众生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没有众生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菩萨果位的一个菩萨，或者是达到菩萨的果位，没有办法达到菩萨的果位。所以呢，我们就是为了要自己获得菩萨果位，获得佛陀果位，所以必须得要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自尊自恋着康中